冬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带我去哪里啊？你别问了，让开，让开！喂，全都给我让开！大胆，还不住手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当本大小姐的去路？啊，9000岁亲临，认识这块令牌吗？9000岁的令牌，莫非你是？知道这块令牌就好，还不赶快都给我让开！启禀大小姐，厉公公已经下了命令。大胆！什么厉公公？厉飞鸾不过是我叔叔跟前的一条看门狗。你不是知道9000岁吗？我就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你怕得罪厉飞鸾，难道就不怕得罪本大小姐吗？滚开！可是大小姐，少啰嗦！我接到我叔叔的密令，要我即刻返京，还派了这个锦衣卫专程护送本大小姐。你们识相的就赶紧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叔叔怪罪下来，你就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是，还不快给大小姐让路！是。大小姐请。站住！江阳北，二师弟，大胆！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看清楚了。千户大人。没错，我就是千户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千户有权调动你们。是大人。二师弟，你住口！本千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，不要跟我称兄道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俩拿下！可是大人，这2个人是……混账！你们眼睛瞎了吗？那个装成锦衣卫的人，就是朝廷钦犯叶红影。叶红影，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！来了，2位姑娘要的豆腐脑。谢谢啊！饿死我了，都好几天没好好吃了。哎呀，我的豆腐脑！对不起，你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小兄弟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哎，姐夫，火影哥哥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夫，对不起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姐夫好像不认识我们了。小崔，别让亲们跑了！站住！姐夫不是穿着锦衣卫的衣服吗？那些兵为什么还追他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好，让开！让开！天哪！三哥，大师兄，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我们趁机会抓住他，给小师妹报仇。不，先通知师傅。火影哥哥，来，在这避一下。冬晴，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我们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。啊？还是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二师弟，江瑶北，二师弟，既然你知道，那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么多官兵追我们？是师傅要找我吗？真不是我自己要跑的。冬晴，你真的把我害惨了。火影哥哥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大师兄，你的脑子真是越来越傻了。怎么别人说什么你都能相信呢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不一定。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首先，你说的那个杨冬晴，绝不是他。什么？不是他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火影哥哥知道真相，更不能让火影哥哥知道，如今的我已经成了别人的人，不能让火影哥哥嫌弃我。二师弟，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？既然你不是冬晴，为什么带我离开这件山庄？为什么不让我回去跟师傅解释清楚呢？为什么那些官兵追我们的时候，你要死命带着我跑？你到底是谁啊？火影哥哥，我还是我替你说吧。他想趁你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，带你远走高飞，然后做一对神仙眷侣。所以他必须让所有人相信是你杀了灵儿，这样他才能把你掌控在手心里。你存心害我！火影哥哥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二师弟，既然你知道她不是我梦中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你告诉我她是谁？你说她吗？她就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魏芳宗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9000岁？你为什么要假扮冬晴啊？因为她爱你。
而我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女人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男人。你胡说！你能不能闭上你的狗嘴？魏方宗，我一片真心对你，你竟然为了个傻子离开我，这对我公平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摸摸自己的良心？你这样对你的未婚妻子，对她公平吗？你。别杀我儿媳！火影哥哥，你放手！我不放！哎呀，别！抓叶火影来，先问个清楚。别打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不会吧，姐夫？姐夫？对呀，她是冬青姐，是您未过门的妻子。他明明是个男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打了。这手镯，你看，我给你买的镯子好看吗？物归原主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手镯是我亲手给你戴上的。师傅说了，给你戴上这个手镯，你就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想起来了？难道说你把我们过去的事情全都忘了？不，我记得这手镯，应该也记得你。你才是一直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小女孩，冬青。你是冬青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冬青，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一直在我梦里出现。不，她不是，我才是你未过门的娘子。想没有人嫌我话多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走。不行，冬青姐，你把姐夫带走，只有他知道谁是你的杀父仇人。姐夫，姐夫，赶快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不行，要走带他一起走，不然我不走。师傅，是我们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错的。詹庄主，你快派人去救英雄哥哥呀！对呀，大侠哥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只要把鸟儿找回来，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就行了。师傅，我带着师弟们把叶红影那个混账给绑回来。慢着，你们先别轻举妄动。师傅，小师妹的仇不能不报。行了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